各位香港街坊灣區朋友即刻停手！今年最抵最重磅嘅北上消費福利，90係港人都未完全吃透。單日40萬港人扎堆北上深圳，唔係湊熱鬧，係真金白銀，夠抵食、夠抵買、夠划算。專屬港澳居民嘅免費消費券、高額補貼、全場通用福利，而家全面開搶，吃喝玩樂購樣樣有折。今日逐條同你拆解清楚。最近有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朋友都親眼見到一股前所未有嘅北上消費熱潮，愈燒愈旺，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每逢週末假日就北上深圳打卡消費，呢個現象早已唔係小眾消遣，而家已經變成深港融合之下最常態化、最高頻嘅生活趨勢。對比以前淨係走馬看花、食餐飯就走嘅短途遊玩，而家港人北上消費已經形成規模化、多元化、常態化嘅格局。由日常飲茶食飯、休閒娛樂到買數碼電器、家居雜貨、生活服務，幾乎涵蓋所有民生消費場景。再加埋深圳近期專為港澳人士推出嘅獨家消費福利，直接將呢股跨城消費熱潮推上全新高峰。今日我哋就深度拆解呢個火爆灣區嘅消費現象，講清楚背後嘅政策紅利、真實消費行情、隱藏福利同埋呢股趨勢嘅深層發展邏輯。熟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街坊都知，深港兩地地緣相連，人員相近，文化相通，淨係隔住一條深圳河，通勤交通便利到極致。地鐵、高鐵、跨境巴士多條線路無縫對接，半小時生活圈早已全面成型。呢個得天獨厚嘅地理優勢，為兩地跨城消費、跨境出行打好咗最紮實嘅基礎。早幾年都已經有唔少香港人會上深圳消費、休閒散心。但嗰陣多數係零散出行、臨時消遣，消費規模細、受眾局限，主要都係年輕街坊或者長期穿梭深港兩地嘅居民。但係近2年，隨着大灣區融合政策不斷落地，內地消費市場全面升級，專屬惠民福利持續加碼，港人北上消費徹底打破年齡同圈層限制，青年、中年、老年街坊全部覆蓋，出行頻次亦都由偶爾休閒變成固定週末打卡長假深度消費。好多人都會好奇，點解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主動北上深圳消費？最核心、最真實嘅答案就係性價比。香港本地民生消費成本長期偏高，食飯、購物、消遣、住宿各項開支對比深圳差距非常明顯。攞最基礎嘅餐飲消費嚟講，香港普通茶餐廳一份常餐簡餐，動輒70-80港幣；稍為像樣嘅酒樓聚餐，人均輕輕鬆鬆過200港幣。如果係海鮮宴、特色粵菜，人均300港幣以上係常態。反觀深圳同款品質，甚至環境同服務更優質嘅餐飲門店，人均消費只係香港嘅1/3甚至更低。無論係地道粵式茶點、新鮮海鮮大餐、家常粵菜，抑或網紅小吃、新式創意餐飲，深圳都做到價錢親民，選擇極多，品質穩定。呢種碾壓式嘅性價比，就係吸引海量港人北上消費嘅最大動力。除咗日常食飯消費、數碼產品、家電家私、日用百貨呢啲大額消費領域，深圳嘅優勢更加突出。深圳擁有全國最成熟嘅產業供應鏈同消費市場體系，各類商品定價公道，再疊加國家專項消費補貼、平台優惠、門店限時促銷等多重福利，整體消費成本大幅降低。尤其係數碼電子產品，涵蓋大疆影像設備、OPPO、VIVO、各大主流手機、智能穿戴設備、家用數碼器材等等，款式齊全，上新速度快，正品保障十足，仲可以申領國家高額消費補貼。好多香港街坊親自對比之後，都話同款全新正品數碼產品，疊加內地補貼優惠之後，北上採購可以慳返一大筆錢，而且內地售後體系完善，保修便捷，完全唔使擔心假貨同售後問題。性價比遠超香港本地購機。更加值得大家留意嘅係，為咗持續深化深港民生融合，大旺跨境消費市場，徹底優化港人北上消費體驗，深圳羅湖區官方牽頭，連動螞蟻國際旗下跨境支付平台，專門為香港、澳門居民量身打造咗獨家跨境消費惠民活動，亦即近期火爆成個灣區嘅深港享粵羅湖之夜消費福利計劃。對比以往好多門檻高、名額少、有效期短、使用受限嘅消費補貼，今次活動針對性極強，福利力度極大，覆蓋場景極廣，參與零套路，絕對係專為港澳街坊定製嘅重磅紅利。以往好多朋友搶消費券，搶到手之後唔知點用，可用商鋪少，有效期太短，未用就過期作廢，白錯失優惠。
但今次羅湖聯合港版支付寶推出嘅消費券活動，徹底解決麻所有痛點，規則清晰，操作簡單，週期超長，普惠全民，真正做到俾每一位港澳街坊慳錢。我哋詳細拆解今次獨家消費福利嘅規則同優惠力度。所有用香港、澳門手機號註冊港版支付寶嘅用戶，全部可以免費參與活動，每日都可以領取專屬餐飲消費優惠。唔使預約，唔使儲積分，唔使複雜操作，登錄帳號一鍵就領。今次活動嘅優惠體系非常完善，設置多層次滿減福利，既有適合日常快餐小食嘅小額立減券，亦都有適合家庭聚餐、朋友聚會、大額採購嘅高額補貼券。基礎滿50元就可以立減，高階大額補貼力度遠超以往所有灣區惠民活動，環美適配日常零散消費、休閒聚餐、大額採購等所有消費場景。好多灣區消費行業從業者都坦言，今次羅湖推出嘅跨境消費福利係近幾年針對港澳居民含金量最高、覆蓋面最廣、適配性最強嘅官方活動，徹底打破咗以往跨境福利碎片化、小眾化、雞肋化嘅問題。活動週期方面，今次規劃都非常貼心人性化，完美銜接暑假尾聲、9月日常消費季同埋國慶黃金週幾大核心消費節點。超長活動週期俾港澳街坊可以錯峰領券隨心消費，唔使逼住紮堆搶券，消費體驗大幅提升。好多惠民活動都係曇花一現，啱啱知道就已經結束。但今次福利覆蓋多個消費旺季，無論係週末短途北上打卡，抑或國慶長假深度遊玩、掃貨收費，都可以真長隨用消費券，福利利用率拉滿，而且互動採用先到先得規則，全程零套路、零隱藏限制。領取嘅消費券可以喺深圳、羅湖、福田各大核心商圈數千間合作商戶通用，覆蓋餐飲、休閒、零售、生活服務等多個領域，真正做到全方位惠民。具體嚟講，今次消費券合作商戶覆蓋面堪稱全域覆蓋，幾乎囊括深圳核心城區所有主流優質門店，徹底解決咗以往消費券咪可用店鋪少選擇有限嘅弊端。餐飲板塊嘅合作品牌包羅萬有，包含各大粵式茶樓、海鮮酒家、地道家常菜館、網紅餐飲特色小吃，大家耳熟能詳嘅新雞酒家、大榕樹下順德菜、華美餐飲小樹私房菜、瑤瑤酸菜魚、東海酒家等口碑老店，全部參與活動。無論你想食正宗廣式早茶、地道順德菜、新鮮海鮮大餐，抑或日常快捷簡餐特色江湖菜，都可以用消費券抵扣優惠。除咗餐飲之外，部分家居日用、休閒娛樂生活服務商戶都同步參與活動，真正實現吃喝玩樂扣一站式福利覆蓋。等每一位北上消費嘅港人，每一筆消費都可以享受到實實在在嘅優惠。結合近期真實消費數據，我哋可以直觀感受到呢股跨境消費熱潮有幾火爆。根據灣區消費市場權威統計數據，暑假週末高峰期，單日北上深圳嘅香港居民人數屢次刷新階段性紀錄，單日入境消費峰值突破40萬人次。呢個數據擺喺成個灣區跨境消費發展史上，都屬於非常亮眼嘅成績。我哋簡單拆解一下呢組數據背後嘅規模。單日40萬港人北上，意味着單週末2日就有數十萬香港街坊湧入深圳消費休閒，每月跨境消費人次輕鬆突破8萬級別。剔除單純通勤過境、觀光唔消費嘅人群，淨係留喺深圳實質消費嘅人數，每日都維持數十萬，規模龐大嘅人流基數，為深圳零售、餐飲、文旅服務行業帶嚟咗極強嘅發展動力同消費活力。好多網友只係見到人流數據，卻冇深入解讀數據背後嘅經濟價值同行業影響。我哋取大眾日常消費均值，剔除極低消費同超高消費嘅極端個案，合理測算人均消費支出。每一位北上消費嘅港人，單次出行喺食飯、購物、休閒娛樂等令你嘅綜合支出相當可觀。單日40萬消費人流，可以為深圳本地市場帶嚟數十億級別嘅單日消費增量，再疊加每週末消費高峰、長假消費爆發，整體對實體經濟嘅拉動效應非常驚人。對於深圳本地中小商戶線下實體經濟嚟講，呢股持續嘅跨境消費熱潮，徹底盤活咗線下實體日台大量餐飲門店、零售商鋪商圈綜合體嘅週末假期客流翻倍，營收大幅增長，有效緩解咗實體經濟嘅經營壓力，助力線下消費市場持續回暖復甦。回頭睇呢股消費熱潮，絕對唔係單一福利政策催生嘅偶然現象，而係政策扶持、
市場優勢、民生需求、區域融合多重因素疊加嘅必然結果。首先喺政策層面，國家此處退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深化深港兩地民生互通、經濟互聯資源共享，出台大量便利港澳居民內地生活消費、就業、創業嘅惠民政策，跨境支付愈發便捷，專屬消費福利持續落地，跨境通勤不斷優化，全方位降低咗港人北上消費嘅門檻同成本。今次深圳羅湖聯動、螞蟻國際推出嘅專屬消費券，就係大灣區民生融合最直觀嘅落地成果。透過精準消費補貼，拉近深港兩地民生距離，推動跨境消費常態化、大眾化發展。其次喺市場層面，內地消費市場嘅全面升級迭代，係吸引港人北上嘅核心關鍵。近幾年，深圳消費場景持續優化升級，高端商圈、特色老街、網紅業態、傳統老店多元並存。既可以滿足年輕街坊嘅潮流消費需求，亦都適配中老年群體嘅傳統消費習慣。同時，內地數碼家電、日用產業供應鏈完善成熟，產品性價比高，更新速度快，正品保障完善，再加各類專項消費補貼，消費優勢被進一步放大。尤其係數碼電子產品領域，國家針對性推出嘅消費補貼，覆蓋絕大部分主流智能設備、家電產品，高額補貼大幅降低消費成本，令好多原本打算喺香港購物嘅市民，紛紛選擇北上深圳採購消費。除此之外，消費體驗同情緒價值都係唔可以忽視嘅重要因素。好多香港街坊都話，除咗性價比優勢，深圳嘅消費環境、服務質素、業態豐富度都極具吸引力。內地線下門店服務貼心細緻，業態新穎多元，玩法豐富。無論係家庭聚餐、朋友聚會、逛街消遣，抑或日常採購探店打卡，都可以獲得舒適嘅消費體驗。再加埋深港同根同源文化相通，語言一致，溝通零障礙，飲食同生活習慣高度契合，完全唔會出現水土不服嘅情況。熟悉又輕鬆嘅消費氛圍，令港人北上消費更加自在。舒心對比香港本地緊湊高成本嘅消費環境，深圳寬鬆豐富高性價比嘅消費場景，可以為消費者帶嚟十足嘅滿足感同情緒價值。仲有一個大家經常忽略嘅核心優勢，就係跨境支付嘅全面便捷化。以前港人北上消費，經常遇到支付繁瑣、匯率換算複雜、境外支付受限、找零麻煩等問題，一定程度上打擊咗大家北上消費嘅積極性。但而家港版支付寶全面普及，功能持續優化，徹底解決咗跨境支付所有痛點。香港居民只需要用本人香港手機後註冊登錄港版支付寶，就可以一鍵領取內地專屬消費券，線下商戶掃碼直接抵扣優惠，系統自動換算匯率，操作流程同內地用戶完全一樣，簡單快捷，零門檻、零繁瑣支付體系嘅全面打通，令深港跨境消費真正實現無縫銜接，從技術層面為成個消費熱潮保駕護航。結合當下發展趨勢，可以肯定呢股港人北上消費熱潮絕對唔係短期熱度，反而會隨着國慶黃金週、年末消費旺季嘅到嚟持續升溫，不斷升級。縱觀歷年灣區消費數據，每逢大型節假日，深港跨境消費規模都會迎來爆發式增長。而國慶長假作為下半年最重要嘅消費節點，必然會吸引海量香港居民北上深圳打卡消費。今次羅湖專屬消費福利完美覆蓋國慶黃金消費檔期，會持續為消費市場賦能，進一步鞏固深港跨境消費常態化、規模化嘅發展 case。同時，隨着大灣區融合政策持續深化，未來會有更多專屬福利便民舉措落地，深港兩地民生互通，經濟聯動會愈發緊密，跨境消費亦會從短期假日出行逐步轉變為長期生活常態化消費嘅全新模式。對於我哋普通港澳街坊嚟講，而家就係把握跨境消費紅利嘅最佳時機。目前福利活動火熱進行中，所有港澳居民都可以免費參與，零成本領券。大家只需要打開港版支付寶，揾到深港享悅羅湖之夜，活動入口就可以一鍵領取每日專屬消費券，涵蓋小額日常消費、大額品質消費等各類梯度福利。深圳數千間優質商戶通用。無論係週末北上吃喝玩樂，抑或長假深度遊玩，掃貨都可以實實在在慳大錢，性價比直接拉滿。好多參與過活動嘅街坊都反饋，今次消費券抵扣力度大，零套路，核銷速度快。無論係街邊特色小食、高端酒樓聚餐，抑或大額數碼採購，全部適配，實用性遠超普通商業促銷活動。
我哋亦都可以大膽預判未來發展趨勢。隨着大灣區5年、10年規劃持續落地，新港兩地經濟融合、民生互通會不斷深化，跨境消費、跨境生活、跨境就業創業終將成為常態。未來針對港澳居民嘅專屬消費補貼、民生福利、便民服務會越嚟越多，兩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會更加充分。深圳高性價比嘅消費市場、完善嘅配套服務，會持續吸引港澳居民北上消費，而海量嘅跨境人流亦會持續帶動深圳實體經濟、文旅產業、服務行業高質量發展，形成雙向賦能、互利共贏嘅良性格局。呢個看似簡單嘅消費熱潮，本質上就係大灣區融繫發展最生動嘅縮影，亦都係內地經濟活力、市場優勢、民生溫度嘅最好體現。唔單止深圳羅湖、福田兩大核心片區，而家成個深圳主城區都喺持續優化，港澳居民消費體驗不斷擴容，合作相互，豐富福利，使用場景，完善配套服務體系，務求為每一位北上消費嘅港澳街坊提供更優質、更便捷、更抵值嘅消費體驗。由餐飲美食到休閒娛樂，由數碼好物到家居日用，由日常零碎消費到品質生活採購，全方位覆蓋大眾消費需求。等大家親身感受到內地消費市場嘅蓬勃活力，實實在在享受政策紅利帶嚟嘅優惠同便利。對比市面上五花八門嘅商業促銷，今次政府聯合官方平台推出嘅消費福利，權威性更高，真實性更強，保障更足，零虛假宣傳，零營銷套路，大家可以放心參與，安心使用。好多街坊都會問，點解內地持續發力扶持，吸引港人北上消費？其實核心目的從來唔係單純拉升消費數據，而係透過最貼近民生嘅消費互通，深化兩地民眾情感聯結、經濟聯結，推動大灣區一體化深度發展。消費係民生最直接嘅體現。透過高頻次常態化嘅跨境消費往來，可以令港澳居民更直觀、更真切咁感受內地嘅發展變化，惠民政策同市場活力，加深兩地民眾嘅相互了解、彼此認同。同時，海量嘅跨境消費人流，亦都可以倒逼深圳本地商戶優化服務、升級業態、提升品質，推動本地消費市場迭代升級，實現深港兩地雙向成長、共同進步。呢種以民生為紐帶、以消費為揸浮嘅融合模式，正正係大灣區建設最堅實、最溫暖嘅根基。睇到呢度，相信各位街坊已經徹底睇明呢場港人北上消費熱潮嘅底層邏輯同埋獨家福利細節。不得不講，今次深圳推出嘅港澳專屬福利誠意十足，含金量爆表。快啲轉發分享俾身邊嘅香港、澳門朋友，等大家一齊免費領券、慳錢消費，把握超長活動週期同國慶旺季紅利，打卡深圳特色美食，解鎖高品質消費體驗。覺得呢條片乾貨夠多，對你有用嘅，即刻點讚、收藏、轉發出去。仲未關注我頻道嘅街坊，一定要即刻訂閱，開埋小鈴鐺。我會持續更新大灣區最新惠民福利、消費乾貨行業趨勢，帶你第一時間掌握獨家資源，睇懂灣區發展之餘，次次開播出新片都唔會錯過。評論區話我知，你今次最想北上深圳食咩買咩？